隔着視線，瞬息路上中斷，橫越為着再見。大海風雨浪漫變，瞬間方位分亂，眼閉起亦看見。同時出發，同時打拼，迷途的仍隨影，你在某處呼應。住舊日霸氣，要隔開目的地，抗爭為遇到你。這戰場冠冕未及戴上，轉身又敗了仗，請緊記這方向，同時出在某處呼應，填平滄海，挪移生靈，難路的我哋呢3個月嘅努力，我哋跑咁多行，我哋而家終於到回報嘅時候，所以我哋今次一定要一齊30個鐘內完成啊！加油！講得好，你有冇諗過放棄咧，羅家軒？係冇嘅，拉埋過去啊！你咧？埋過去啊！我冇，我唔知咩放棄。冇諗過，我唔識咩放棄。我自己冇放棄呢個。好，老抽王，3粒鐘之後再睇下佢哋嘅精神狀態。姐，俾啲感想啊！加油！冇啦。對我咩啊？暫時未有咩感覺。天氣不似預期啊！咁點咧？死熱啊！今日。咁點咧？希望上到雞公山唔好拗柴。如果你抽筋，你會點咧？收皮啊！跟住九哥去行山。那次得你冒險半夜上山，爭拗中隊友不想撐下去。那時其實嚐盡真正自由，但又感到沒趣。不要緊，山野都有霧燈，頑童亦學乖，不敢太勇敢。世上有多少個繽紛樂園任你行？從何時你也學會不要離群？從何時發覺沒有同伴不行？從何時惋惜蝴蝶困於那桃源，飛多遠有誰會對它操心？曾迷途才怕追不上。咁快？仲有邊隻指尾？先頭行到出江灣嘅時候要出嚟講望。我都要啊！係咪入咗沙啊？係咩？唔知喎，唔知係發膠鋪未到咗定？阿雀咧？阿雀有冇事啊？雀？好熱。咩感覺咧？而家係形容下。快啲，快啲！你行咗兩個幾鐘啫？逛夠幾個睡房，到達教堂，仿似一路飛奔70-80歲。既然沿着情路走到這裏，盡量不要後退。親愛的，闖遍所有路燈，還是令大家開心要緊。抱住兩廳雙套，天空海闊任你行。
從何時你也學會不要離群？從何時發覺沒有同伴不行？從何時惋惜蝴蝶困於那桃源？飛多遠有誰會對它操心？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滿街趕路人，無人理睬。咁個湯乜都冇啊，你包個湯渣。係啊，錄緊㗎啦。耶！咁嘟嘟咯，食湯渣都好啊。有薯仔喎。係啊，有薯仔啊，有成兜薯仔啊，薯仔啊！咩咁想啊？你攞嚿嘢食啦。舊患所擾，狀態好差。哎呀！對一對頭先嘅食物俾啲食評啊！哇！呢個哇薯蓉我 encore 都 OK 喎，我真係薯蓉滿分。手影埋我。薯蓉滿分。個杯麵個湯。係啊，你講多次。個杯麵個湯好正。龍哥終於有新 comment 啦，終於唔係收皮啦，食咗啲嘢之後，即刻回翻啲氣啊！我斟水。